1901年9月17日，由8国联军的攻势组成的外交图案，甲满清政府的大臣李鸿章签辛丑条约，满清政府赔各国的军费总共是4亿5000万两的白银。郭皮逼以海关甲盐水做抵押，北京到大沽所有沿海炮台拢要求拆除。1980年9月17日，中国领导人华国锋伫第5届全国人大第3次的会议上，是以兼任的国务院总理的职务。政局开始改变，后来赵紫阳接总理的职务，刷来韦耀邦掌控中共中央书记处，并且要求公共场所袂使搁挂华国锋的相片。2019年，中国渔船伫钓鱼台海作业的时，被日本台湾海上保安部的巡逻船"伊公那号"发现警句，伫渔船逃走过程中，小连线甲"伊公那号"甲赶来支援另外一台巡逻舰艇"小 A"，所以予日本方面扣留，这个代志佫引爆中日的钓鱼台争议。